够在未来能够像这个邵文跟慧玲能够完成这个学业。那希伯来书呢，他写的呢，几乎就是整个圣经的全部了。他尤其重要的，他是告诉一群呢在困境当中的基督徒，你该怎么样的面对。那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经过 COVID-19， 有很多人经济陷入困境，有很多生活都不晓得应当怎么样进行的。神他要怎么样来提醒我们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依然要有信心于他，他带给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希望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这个都有一张报名表所以请我们大家仔细看上面的介绍，然后请你把你的名字跟你的电话写完之后呢，在下面的勾选你想要参加的成人主学是哪一个班级，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，让我们教会呢每个弟兄姐妹对神的认识能够越来越加的深入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一再的受到更新，让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的行为能够互相的调和。以上就是我们成人主学的报告。我们谢谢这些老师请回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周老师为我们规划了这么丰富的成人主日学，所以大家请赶快把你的报名表填好以后，记得主日后就交给我们办公室或者收到后面我们。那另外就是教会还有一些主日那个装备课程就是牧师在3月16号7点，就是每周的礼拜三有一个卫斯理传奇课程，也欢迎你们能够报名参加，是第8点的部分那读经计划如果还没有报名的，我们到2月底，就是这个礼拜你还是没有填报名表的，我们还是欢迎你们报名，因为实在是希望你们能够有跟上教会的读经进度。所以另外12跟15就是我们为马祖探宣活动，我们能够为他们来祷告，还有制服艺人学院也开学，将要开学了，也为他们的招生来祷告。好，我们来唱《我们成为一家人》。我们要可以跟各位你们的弟兄姐妹互报平安。3一颂。姐妹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愿你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照你的话去行，并且能够爱仇敌，像你爱我们一样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并且能够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丰盛生命的样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阿们颂。
请坐。我们订阅后，今天的主日就结束。接下来我们会有感恩的音乐会，所以有5分钟的休息。那11点半我们准时开始我们的音乐会，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留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请大家就陆续回到位置上，我们的